来继续来看这个宜兰籍的渔船富信号，28号的下晡，互日本认定食过界，食过日本的海域，所以互日本的公务船带回去调查。咱这边是按照着日本的要求，纳32万的担保金。将这个渔船甲8个船员经过40小时的行工，总算是平安回到南方澳渔港。船长讲，当时这日本有5台的公务船赶紧甲因包围，即摆想起来，心肝还阁皮薄菜，而且渔船嘛互因弄甲破空。船长是希望政府会当出面来发声。天也白光，渔船伫海巡警员的指挥下，到驶入港口。这只宜兰籍富信号渔船去港口伫石湾岛3天，上仔啊伫海巡宜兰港的介护之下，总算平安回来渔港。考完了后，先将渔货搬落船。施工船员去日本公务船强制定检，即马心肝摇担担，而且全身阁互弄破一大坑。17号暗时10点，富信号为南方澳渔港出海，延过到21里的所在，就失去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。18号下晡4点，伫河鱼界线外5里的所在，去互日本公务船定检，包括船长拢总8人互带回去调查。日本表示，富信号刚走入去乌那国岛12里，若详细食过界的原因，阁需要调查。船体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要经过搜证，不应该用这样撞击的方式让我们我方的渔船损害。这个追撞的部分呢，我们要厘清这个过程。一群人平常时爱出海掠鱼啊，尤其是乌那国岛的附近，成山红尾鸟一类鱼啊。施工这摆出海红掠，开超32万新台票的担保金，才平安回来。严格到底富信号敢有共食过界？渔船受损害状况，又搁要安怎要求赔偿，也得爱进一步调查。渔会希望政府单位会当介入协助，替渔民出声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